在台中市有212个巡守队，不过有不少基层反映讲，因的巡逻车上过久啊，现在有故障或者是吊车的情形。政府敢若补助换新车上济24万5千块，其他都要地方家己想办法。不过地方根本就无法度来负担，希望会当放量补助5年来中古车。也若市府强调讲，每一年拢有编预算来补助换新车，不过资源实在是有限，嘛请各界会当斗相共。是落会啊！车队发动特色会，台中市南区西川里消防上座队的巡逻车已用20年。3年前地方总钱买2手车协助维护治安，不过执勤的时阵常常发生袂叮当、冷气故障等状况，维修保养的费用1年115万，互里长真困扰。老车毛病就会多嘛，那第一个比较会损坏的可能就是变速箱，再来就是动力方向盘。那引擎的部分也比较容易损坏掉，年龄太久了哈。有必要是应该换新的啦。怎么说？因为要巡逻嘛，比较安全啊。有时候临时要用就不能用啊。政府规定，每台新买巡逻车应申请上悬14万5的补助款，其他由消防上座队家己走总，也包防尘卫新车卡入到780万，扣掉补助地方议员无法度负担，希望台中市府应放量条件，5年来中古车也应补助。民政局表示，每年拢编预算，互巡守队买新车，若车超过15年，里程超过20万公里就应申请。年限不要超过15年以上的车子哦。这些如果超过了，我们都可以让他换新的车子，也都一样照旧再来补助了吼。市府强调，台中消防上座队有212队，县市合并了后，到即马已经换巡逻车119台，机车108台。政府资源有限，也希望各界应出钱支持各地消防上座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